办中年级爬杆比赛我们这边有一个预备线，每一队参赛选手8个人依序排队第一位在预备线这边，这边有个接力区接力区接力区跟预备线前后1公尺。那第一棒下去之后呢，下一棒就会到这个接力区预备预备线你们的爬杆场地前后15公尺那听到哨声哔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比赛。那爬到上面拍打横杆之后再下来那如果说你没碰到横杆那不算哦也要继续再爬也可以，但是或者是到轮到最后一位也可以看你们各队怎么使用战术。拍打完毕之后下来之后到这边在接力区交棒给下一位下一位就可以出发完成8个人的爬杆比赛。我们现在来做示范，各就位预备，下一棒出发之后呢，第2位就可以到接力区再预备。我们爬杆的高度3公尺，拍打上面的横杆之后就可以下来，到达这个接力区提掌交棒。好，下一位就可以到预备区。好，摸到，好，下一位。第3棒。帮助表演时间。好，各位同学爬不上去，可以先加油下一棒但是你还要继续爬轮到最后一棒去，到最后一位去。好，摸到横杆之后再下来。好，就下一棒。不上去一样先到后面下一棒先交给下一棒。你就要在接力区起掌不能那个下一位跑到前面去起掌。好，起掌。好，下一棒在接力区有。好，下一位。好，完成8个人次以上是我们中年级爬杆竞赛的一个一个方式